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9月14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秋连假第2天，上北的车过道就道多，高公局估计国道上北的车流愈换是会愈塞。经济部队16开始，过暝房间会加发夜市礼券200块，不过屏东县的夜市煞拢袂当用。香港九龙遐发生伫香港警察的群众夜午青旗，伫九龙湾商场和反送中的群众起冲突。中秋连假第2天，过道上北的车就道多，高公局估计国道上北的车流愈换会愈塞，其中国道5号上北头城到平南路段，恐惊会一路塞到半暝，赛车的民众就要注意。连假第2天，真侪民众出佚佗。西部国道大致上是真顺，不过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甲平南出现塞车路段，时速无到40公里。高公局预估国道5号北上可能会塞到半暝。拥塞路段是属于我们的头城到坪林这个路段，我们预估它拥塞时间会到晚上12点左右。然后另外在明天的部分，明天疏运措施的部分，我们一样有0到5的一个暂停收费，也希望民众能多加的一个使用。连假北上塞车路段有会出现在国道1号的西里到保养系统、新的系统到台北；国道3号出现在关西到大溪，行车时间大约是平常时的3倍；国道5号塞车路段可能出现在头城到平南。所以礼拜国道5号所下到头城，下晡2点到9点是北上高行在管制。在匝道封闭的部分，我们有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湖尾北上入口有做封闭，还有国道3号的一个竹南高到的北上入口做封闭。高公局研判受到天气影响，不少人会提早转来分散车流。今年北上车流比去年较多，有5拜6的国道交通量是112万车公里。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趁这届的中秋连假来到嘉义和台南参访，针对台湾的学者和中国扣押东外，蔡英文是呼吁国人就要注意家己的安全。暗时出席台南后壁暗会，过去逐年拢会参加的赖清德反说袂到位。不过蔡英文嘛强调，沟通是无问题，民进党会团结合作。明年1月11号，你一定投给蔡英文，安尼好不好？一定投给蔡英文，好不好？替家己也替立委蔡英文来邮票，总统蔡英文到嘉义太保市拜庙，来到民进党完全执政的嘉义县，除了县长王忠良陪同，要初选支持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太保市长黄英利也出现来徛台，表示整合成功。杨国蔡英文暗时出席台南后壁暗会，敢也是初选了后头一摆甲赖清德同台。我们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哦，是蛮顺畅的哦。我们也会在我们整个党团结的最高的原则之下哈，我们都会通力合作。蔡英文强调，民进党团结通力合作，拼选举更加爱拼国政。面对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秋因为国安理由和中国羁押1年外，蔡英文也提醒民众要注意。进入中国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人身安全哈。那对于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法治国家的基本的人权的保护啊，我们已经都很习惯了，但是在进入中国地区的时候，必须要特别小心。规工伫嘉义甲台南走行程，蔡英文所到的所在拢有不少支持者到现场，也拍出政绩牌，一直宣扬3年外来执政团队的努力成果，也一再甲支持者的向心力甲鼓调咧。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顶晡10点就去台中市的紫微宫，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到场，展示国民党团结的气势。韩国瑜是真感谢罗秀燕，让因有机会共台。当当媒体问到，敢会甲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合作？韩国瑜是回应讲，沟通的管道是真顺，不过朱立伦办公室却表示，韩朱甲这个代志是无影无只。
真侪人伫庙埕咧等，心情激动化口哭。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早一步伫遮等，就是为了要等待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韩国瑜一到场，现场是热扑扑，短短50公尺，客甲10通通，大话韩国瑜当选，而乌派立委颜宽恒甲台中市长卢秀燕佫同台，伫郭台铭宣布推动后合体。卢秀燕讲，就是要展现团结气势。想那对咱国家好，想那对咱台中市好，为着咱的市民好，我就会支持。谢谢我们台中市的大家长卢秀燕市长，终于燕子跟秃子今天合体喽！虽然无松口，是毋是要叫台中市竞选总部主委卢秀燕用行动力挺？而韩国瑜表示，对卢秀燕力挺点滴伫心肝头。而被问到加征新北市长朱立伦是毋是有进一步合作空间，两人拢表示沟通真顺利。我跟朱立伦市长沟通的管道非常顺畅，我跟朱立伦市长对台湾的未来有共同的忧虑，对台湾的下一代有共同的关心，随时都可以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没有存在没有发生的事情，来造成韩市长的困扰，造成来攻击朱立伦，我觉得都是不必要的。今天我们国民党需要的是大家能够团结胜利，总不至于说骂完马英九之后要来骂朱立伦吧？朱立伦呼吁唔通透过媒体放话，造成党内困扰。暗国面对外界对韩祝会呼声真悬，却迟迟无结果。加上郭台铭推动党内如何团结整合，对韩国瑜的总统之路，有缘是一个考验。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到台中拼选举，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落南到高雄。互人讲敢是去打韩国瑜的地头，郭文铁应讲想济啊。另外，针对伊为怎样会讲韩国瑜选总统去了，伊是伫个国民党本地一般会赢的棋，说伊甲强要输去。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大入去三凤宫的庙埕，马上被热情的支持者包围。南下庙宇参拜，搁到市场食早顿。柯文哲展现观人气，被讲是大入去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地盘。柯文哲笑讲想济，高雄是台湾第2大都市，说来说去一定会定定来。对于为什么会讲韩国瑜选总统害啊？本来是讲无要批评别人的柯文哲，搁算讲是国民党家己乱起。国民党来讲，就一场本来很容易可以赢得起，下到都乱掉，对。不过这样的，这是台湾有趣的地方哦。台湾就是充满了惊喜了。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态势愈来愈明显。柯文哲嘛讲，要帮忙别人顺其自然。帮助别人家哦，就让人家方便就好。所以我态度是这样嘛，你何必去甲，你猛当猛塞，日后一管改管，顺其自然就好。我们不会去下指导棋的，我觉得这个不好。郭华王革命要行哪里以外的路，进前一直传讲要选伫中秋起义。中秋节的时阵，郭台铭已经先发布影片后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嘛发布影片，食到有2条的月饼。我来猜看看，那是中秋起什么啊？王金平用好笑的影片轻松化解中秋起义的联想，不过3个人革命后一步要安怎行，继续引起关心。记者小人陈兴坤高雄报道。对着阮的挂镜头来看地方的放送头。中秋连假的第2日，台南市安平魅力商圈发展协会指出，中秋连假安平的人潮和平常时拜6礼拜差不多，大概是5000人至6000人左右。连假就要进入上尾一天，中南部地区也是维持多云好天的天气，不过要注意过昼的雷公雨，若北部和东北部就有可能会落雨，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平商圈的业者为了因应中秋连假的人潮，一透早就伫无闲补货当中。中秋的连假进入第2天，嘛因为天气好，安平商圈是渐渐涌入人潮。以昨天来讲啊，是还不错。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啊，接下来的2天啊，能够屡创佳绩啊。店家是表示，今仔安平地区观光客就差不多有5到6000人左右，虽然人多，但是要去煞无提升偌济，期盼刷落来假期会当有所提升。商圈协会嘛讲，虽然这次中秋的连假嘛是陆客自由行禁饮了第1个连续的假日，
但是过去陆客自由行到台南的人数无多，因此影响无大。等到是连续假期只有3天，民众大部分是选择国内旅游。出国其实3天来讲，必须要再配合其他请假。那如果说家人小孩还在上课的话，出国也是不是很方便，所以会比较倾向于做国内的旅游。除了市区的指标性安平地区之外，最近樱花画地的戏剧，真侪外景拢是伫台南后壁翕的。但市长黄伟特特别是东起观光的代言人，市附近跨局处推出观光的地图，要让民众按图来找。努力的发送我们枢纽成绩的一个主题的地图。那让很多游客马上就接收到最新资讯。这次中秋的连假天气，全台拢是好天气，但是15号随着大家大是渐渐拉晚，水气嘛渐渐增加。明天是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在这一天的话，在整个北部和东半部地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断续的降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中南部地区虽然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会扩大。目前，伫奥兰比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因为整体的结构是真松散，就需要时间整合，才有机会发展新风台。是毋是会变做风台，就需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9月初推出第2波的国礼秋冬游奖励方案，经济部对10日开始，过暝房间会加发夜市仔礼券200块。不过上网查，才知影这礼券伫屏东县的夜市仔所拢袂当用。县府是出面驳回，原底随讲夜市仔是有参加，不过后来自治会评估了后煞退出。县府是按算要向经济部佮争取放量使用范围。讲到台湾的小食，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夜市仔。为着因应旅客来台变少，刺激到观光的消费，行政院伫国旅秋冬游奖励方案内面加发着夜市仔抵用券200块。原本屏东县有拿你去登记有案的随讲夜市，不过自治会评估了后，决定要退出，造成屏东可能无所在会使用夜市仔抵用券。券不是现金嘛？伊管理委员会若要阮换，当然好啊。伊若我嘛爱听伊啊。夜市抵用券是甲国旅补助方案是合作伙，爱先申请大的补助，才会使摕到抵用券。屏东无夜市会使用，等于来耍的游客要到南区其他县市踅夜市才会使用券，恐惊会失去原本带动地方经济意思。屏东县政府讲会向经济部来争取放宽到消费的夜班。这个夜市券的使用，我们将要强力建议它必须应该要扩大它的一个区域跟使用的业种，这样才会让这个夜市券的使用在流通上会更为便利、更为有效率。虽然屏东有真侪有名的夜市啊，不过黄国伟讲，像垦丁大街夜市无符合着法令的规定，所以无去用放伫名单内面，会继续甲各大的夜市啊来沟通，担任着辅导的角色。虽然伫16号正式发着抵用券进程赶袂着，不过补助的方案会到12月，希望未来会使去用放伫名单内面，会使真正帮助着夜市的摊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下晡，香港九龙发生支持香港警察的群众，赢五星旗伫咧商场和欢送中的群众起脚动手。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拜五伫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座谈会，嘛拄到中国的留学生雄雄徛起来唱国歌。美国前驻港总领事邓伟康是公开呼吁北京着爱互港府更较侪空间来处理政治危机。起来！起来！起来！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是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13号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的座谈会。没想到座谈会结束进前，中国留学生雄徛起来唱国歌，场面煞变甲真热闹。黄之锋随即离开。中国甲香港的冲突一直加深。7月拄卸任的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董伟康，12拜4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针对香港一国两制危机演说时讲，香港是中国一部分，这点是免怀疑的，无需要对伊言论伤过来注意，并且呼吁北京和香港政府更加多空间来处理这阵的政治危机。Maybe it means givi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flexibility to respond more quickly and more directly. And more convincingly to the concern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Let's China be confident in Hong Kong because it's ours, right? 也不过国际呼吁伊原无度来改变这阵的情势。14拜六下晡3点，支持警察的300多位中年人士集合到九龙湾到大商场，摕着5星旗。
嫌过后无认同的群众大喊讲登去大陆，双方骂来骂去，尾后就安尼拍起来咯。有一寡店头光阴归起来，建设建筑维持秩序，不过双方冲突是一波杀一波。爱国人士甲追求自由民主的群众对立，好比亲像一国两制所引申的矛盾，拢无停止。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继续咧滚假，同礼拜拢有集会。今仔日下晡由中学生伫中环发起的烟火之境的集会，有学生就无法度接受警方滥用权力，所以徛出来抗议。不过嘛有学生讲，希望国际会使更加关心香港的情势。希望呢，我哋香港最近线示威者雕像被大家立起来，到处提着共和香港时代革命乌旗，表示香港中学生发起的烟火之境集会开始。周六天水围的这个游行以及周日民政发起的游行都被发出反对的通知书。这一场由中学生发起的集会相对平和，学生们呢上台表达自己的意见，抒发自己的想法。台顶中学生讲出参加反送中的经历，临时设立蓝龙墙，打着唔通分裂、乌警拍人的字句，大作当中个人写境外囡仔特别硬白。原本啲孩子咧個個都好乖嘅，係咪啊？就係因為你而家你搞到香出呢條條例，搞到我哋啲孩子個個打你又打，但係拉咗去我哋係見唔到係做乜嘢嘅。身為一個香港人，再唔出嚟為香港發聲嘅話，其實就會可能日後真係冇機會咯。喺現場有中學生組織後勤隊甲臨時醫療隊，至於高三學生講，5年前雨傘運動啥物攏未當做，這擺總算會當盡一份力。现在我有能力，我有这个知识，还有我有那个抱负，所以我都走出来。我在思考，为什么警察会这么打人呢？主动为成一连讨论看到、听到的，并且反思，也个社工斗阵开讲所发情绪。公平上的集会，正做行动构成，是辅导课也是公民课。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高龄的人口是愈来愈多，不少人为着要照顾四大人，煞着爱洗头路。即马就有民间团体伫咧网络连续推动180天的长照假，前30天会当摕到6成的薪水。不过这牵涉到资源和人力，劳动部是表示爱去收集意见。公园电来看到外籍看护来杀着老大人出来活动，进前内政部也公布台湾人平均寿命已经达到80岁。为少青壮年拢有照顾厝内底四大人的需求，有的人是请外籍看护来顾，像是陈小姐因兜有86岁大家，就算有请看护，家己医院需要休困一下。我们遇到的困难呐，就是可能他在要回去的这个空窗期，就是没有人可以来替代这样子。年纪很大，小孩子他变成他也没办法出去工作，要留在家里照顾的也有。根据卫福部统计，全台湾有13万人因为照顾厝内底人而离职。家庭照顾者总会推动联署立法，10年来应该有180天长期照顾的安排假，前30天会予伊6成的薪水补贴，也有后续有150天用春秋的无薪假，希望会使学到日本的长期照护假。互照顾失智症的这个父母的子女有93天照顾假，也会予伊6成7薪水的补助。也毋过，这项网络联署对7月到9月只有800多人户籍联署，无达到联署的标准。劳工并不想要请假，他们现在问题就是大家不敢请假，就没有机会去打1966，没有办法使用长照的资源，这是非常可惜的。是建议是30天是一个块状，特别是用在家人刚倒下那个新手阶段，因为他需要打1966，他需要等照专进加护评估。即阵咱国陆工一年有7天的家庭照顾假是并入暑假计算，也毋过头家员工因为请这个家庭照顾假，就袂互伊全群。劳动部讲，长期照顾假若是提供6成的薪水补助，这牵涉到经费，也佮有人力是毋是有够，影响在边是真大，需要佮再收集多方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著名美术馆自1999年开幕到今，已经满20周年。81岁雕塑大师朱明特别展览用5000多档的古藤木所创造的太极系列的新作品。朱明嘛表示，这个珍贵的木材让伊真感动。佮讲，伊会继续创作，无打算要退休。
以珍贵大5000多年的古家当题目创作太极宫门，是现代雕塑大师著名的上新作品，保留题目的古朴外观甲特色，用较少的切割雕琢，凸显球体也强调生命力。这也是继10多年的太极系列大型作品。这一件让我最感动，因为它是祖先来的呢，它是跟皇帝对啊同一辈的东西的木头，你看有多珍贵，所以要刻就比较心情就比较沉重一点。朱明表示，古题目是有朋友发现的，因为相当珍贵，伊创作时阵是真注意，作品用了10多天完成。拄朱明美术馆成立20年特别展出，已经81岁，伊笑讲会继续创作，无要退休啦。做艺术家不能休息，也没有退休。我老婆嘛讲80几岁了，要退休了。我想一想，我没有听过艺术家在退休了，还是要刻下去。朱明之前才得到总统文化奖，这摆真欢喜博物馆有愈来愈多国际观光客来欣赏。这摆为了庆祝开馆20年，以前在开幕表演的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在引退进前再度率领舞者演出，配合光雕，呈现美术馆的光影之美。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咱拢叫是二氧化碳 CO2， 是加速全球气候暖化的主要来源。不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所报道，专门用来供电以外的绿氟化硫 SF6， 这是目前人类所在上界可怕的温室气体，比 CO2 强要2万多倍。虽讲后面即马想要找 SF6 的替代品，不过恐惊伫咧2025年之前，拢也无法度禁用。英国广播公司 BBC 13号独家报道，以电力业界垃圾秘密为标题指出，六氟化硫是被当烧无色无味的合成气体，因为成本低，被大量当成输配电设备中的绝缘体，应避免发生强电导火意外。不过，伊上大的害处就是加速地球暖化。1公斤的六氟化硫对地球暖化影响，相当24个人坐飞行机来回伦敦甲纽约一撮。对地球暖化比二氧化碳各强23500倍。报道指出，近数十年来，人类为了降低火力发电排放的温室气体，积极发展风力、太阳能等绿能发电。不过，输电网增加真侪电力来源后，也必须大量增加变压器这电力交换设备，才会发生电力配接意外。而且，电力交换设备大部分拢使用六氟化硫作为绝缘气体。更加恐怖的真相是，六氟化硫是合成气体，未自然分解消失，应在大气当中停留至少1000年。而目前的六氟化硫主要拢是由电力产业的交换设备所外泄。估算到2030年，全球使用六氟化硫的电力交换设备安装数量会增加75%，有氟的气体也常常用在冰箱冷气冷媒中，对环境有害。欧盟早伫2014年就拍算禁用，不过遭到产业界强烈游说反对。目前规定，已开发国家每年拢必须向联合国报告六氟化硫的使用情形。开发中国家是完全无受限制。目前大气中的六氟化物含量比报告阁高出10倍。专家严重怀疑，已开发国家讲袂出，欧盟会伫每年对六氟化硫的使用进行检查，确定是毋是有替代物件。不过，就算上乐观的专家也认为，欧盟伫西关自2015年进前，未对这个威力上强大的温室气体发出任何禁令。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立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离岛地区26度到33度。
最后带恁同齐来日本看世界雏鹰的比赛。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